今年的2022水域游戏体验活动哦，那我们除了一般的规划的一个水域游戏体验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年新增加了台南运河的环河挑战，以及我们的一个四昆生的生态探索。环河运河挑战的话，我们会希望说比较专业级的自己带桨，带独木舟来我们的运河来报名我们的体验活动，让各位喜爱水域游戏的玩家玩者们哦，然后体验这一个运河的一个美景哦。那因为我们在四昆生的一个生态旅游部分，我们加上了就结合地方的一个生态聚落的一个介绍，以及水域的生态导览部分。那我们借由一个聚落的发展，以及水样，还有以及生态的一个特色哦，利用导览的方式，让游客除了可以随意体验以外，更能够深入的进到我们的社区，了解我们的社区的一个发展历史哦。每年大概1月份配合我们阿伯乐花季的一个活动，结合我们新化在地的一些观光景点的一个旅游哈，可以带动我们新化这边的一个历史文化旅游观光游憩的一个活动。游客都从我们由新化老街一路游到我们168的观光景点，然后来到虎头埤这边然后到新化林场，还有我们大坑农场的休闲区那边会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观光旅游。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疫情肆虐的期间，其实我们都到户外走走也是比较健康的，尤其在一些水域活动里面，通常比较不容易造成群聚，因为你看，不管是操舟，不管是这个做其他的活动，都是在水域里面，基本上是人跟人是一定有社交距离的，所以说大家应该可以放心。那尤其时序要慢慢变热了，那大家这个亲水活动，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防疫工作做得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可以走出户外走这个参加水域活动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水域活动还是要如常举办。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规划了好几个地方，包括虎头埤啦，包括这个运河旁边运河新站那边，还有好几个地方，包括天鹅湖这些的，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2022这个水域活动，台南的水域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针对防疫咨询甲通报需求愈来愈多，民众电话卡袂入去卫生所公司的怨言，台南市会率先全国正式防疫专线3903590510线的人力，希望疏解相关人员的压力。你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台南市议会那个服务专线，然后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样相关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我们都可以帮你做第一线的服务跟回答。24号议长郭信良第三党党团总召干事长陪同，甲副市长邓谦嘛特别来关心防疫办公室上班时间拢提供服务，尤其疫情已经对北部传到南部，希望一旦民众确诊以后，迄款惊吓的心爱找着人了解资讯，特别是无助的长辈时代。我们今天和国民党、民进党还有5党的总召和台南市的副市长共同呢来打击我们的敌人新冠病毒。那将成立10个专线，为所有确诊或没有确诊的市民呢提供正确的防疫观念，让一般的市民呢，如果确诊了以后，要如何处置后续的工作，以及对他们的安心的照顾，这是我们今天所开记者会的功能。那当全国首创第一和市政府共同打击共同敌人的市议会，让我们台南市民住得安心，也住得快乐。虽然民众怨叹防疫专线卡袂入去，甚至唔知要卡几号，对此副市长邓谦表示，目前1999防疫专线甲生活关怀办公室等服务持续扩充人力，目前已经有391线。
有关这个健康照护的专线呐，你800孔100孔啊打不进来的这个情况呐，市府这边呢也请我们这个37个区公所呢陆续来扩充人力，现在这个人力呢已经增加到563个人，同时呢也增设了391线为我们市民朋友来做服务，也提醒如果这个不属于 COVID-19 医疗需求跟紧急医疗的问题，就可以拨打这个生活关怀这个专线以及当地区公所防疫的这个专线让这个转线运作呢更为顺畅。团结对抗，战胜病毒。今日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区公所人员除了爱执行区里业务以外，自4月26号起协助居家照护柜台专线工作，服务总计275件。经为5月10号起执行确诊者电话关怀1422件，还有协助关怀包领取851件。近期的工作量是大大增加。为了慰问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劳，东区里长联谊会特别捐赠一批高级健康料理锅，希望会当表达对着公所人员的感谢。我们台市疫情那个 COVID-19 的日益越严重，那我们东区的确诊人员也蛮多的。那我们今天我们东区里长联谊会借着这个仪式来赠送这个锅子，就是要为防疫人员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来打气。我们为了东区来防疫，替那个人员打气，这是我们的口号。那让我们的防疫人员，让我们的防疫人员可以在防疫之时，也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替自己身体进补一下。让我们的市政跟里政、区政可以一起连贯性来一起对抗病毒。因为捐赠仪式是在下晡3点举行，拄好也是台南市防疫记者会直播时间。市长委替马道亲自来到现场，感谢东区里长联谊会慷慨付出，所以特别委请民政局长蒋玲煌以及副局长吴明熙来到现场，向东区所有里长表达感谢。防疫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卫生局在主政，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工作都落在区公所，尤其里长跟里干事的身上，还有区公所的同仁，所以大家非常的辛苦，也非常感谢那个周里长以及我们东区的里长共同来协助，来感谢我们在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同仁。防疫这个阶段大家都鼓励在家用餐，那因为我们第一线的同仁非常的辛苦所以希望用这个锅具来慰勉同仁。那也希望我们同仁在家里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才能够为我们的东区的区民大家一起来奋斗。那我想这次这样子抛砖引玉那给我们公所同仁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啦那我想我们工作会更努力，会更加倍，让我们的防疫做得更好。疫情严峻，东区区长颜灵通也邀请市民朋友挂好喙罨，并接受疫苗接种，做好保护工作，配合市府防疫政策，做伙来防御病毒，才会当守护全民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游泳课暂停实施，但是市政府嘛是继续安排相关自由安全的课程。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宣导记者会，并透过建立台南自由安全网，提醒市民朋友在热天咧耍水的时阵，会当加强预防倒水的意识。市民朋友们都既喜欢亲水，但是又要注重水域安全。那过去也有很好的成果，那要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的努力。那今年度时序慢慢开始，夏天现在梅雨季节，梅雨过后，这是一连串的高温，所以大家都想要亲水，想要去水边走一走，尤其疫情的影响，那在家里面闷坏了，都会想要去开阔的空间，像海边、像湖边、像河边，这些开阔的空间，舒展一下身心筋骨。所以说特别的拜托，我们可以跟家人、跟朋友、跟学校、跟同学，现在也快要放暑假了，现在赶快不讲就已经放暑假了。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能够注重水域安全。那有些
水域安全需要注意的尤其是防止溺水、防溺既要防疫也要防溺。要防疫戴口罩出去户外，当然也许有些场域比较开阔的口罩可以拔下来，但是要注重防溺。那防溺的部分，刚刚复兴国小的同学已经跟我们介绍很清楚，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快乐、安全的暑假，健康、快乐又安全的水域活动。因应热天导致的高峰期，为着要提悬自由的防护概念，呼吁民众爱记识就溺舞步、叫叫深抛滑，搁有防导水的杂招。嘛提醒学生搁有民众，若要耍水的时阵，爱选择合格搁有安全有防护员的所在，才会当耍了欢喜搁安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在媒体发达、资讯爆炸的现在，假讯息充斥在我们生活周遭。无论哪一个年龄层，都需要透过学习培养媒体识读的能力，以免受到错误资讯的侵扰。所以，中嘉宽频、双子星、三冠王今年111年开始，持续和成大、新楼等医疗院所合作，预计巡回社区举办12场媒体识读课程。今年第一场适逢元宵节，宣导团队邀请65岁以上长辈来到北区仁爱里活动中心。虽然气温骤降，不过大家都出席踊跃，气氛相当热烈。这个嘛，对，好，对啊。那这些我们就来实验，我们请我们3-4个小时，如果都在滑手机，都在看电视，那当然书笔也是那个寒假的时候加一加，其实真的都跟学校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所以说，如果你们接受的讯息都那么多，比占那么高，可是如果你都是接受错误的讯息，那是不是就很完蛋了？所以咱讲要强调媒体识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尼。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108年针对个人家户数位机会的调查报告，65岁以上长辈收到不确定消息完全不会查证的占60%，是最高比例。所以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媒体教育，正是长辈所需要。其中仁爱里成为社区长照站，每周规划2节课，除了健康促进以外，类似食品安全、养生保健的消息，知道如何分辨真假，甚至前往事实查核中心等网络平台来查证，相当要紧。对的，不对的，你有时候真的是会被一些耸动啊，被一些好像很吸引人的东西，你会被吸引。但是有一些正确的判断对大家安全啊，对大家正确性真有帮助啊！媒体如何运作真假信息的辨别对里面对希望大家拢多角度的看比较能够使视野较大比较能够辨识真假台湾迎接超高龄社会，除了刺激长辈愿意走出来社区活动，帮助他们活到老学到老，也是生活安全重要的一环。终结假消息，赞！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一礼拜一摆，烟花里邀请你来听中度的湿地老人来活动中心，佮并请安迪斯乐团来教因打击乐，希望透过音乐的节奏刺激中辈感官，提升手感的协调。里长郑秋恩表示，当中90岁以上到3位，
80岁生有期，特别伫里内透过生态研究叫做草草老社区，除了独居老人多，失智长辈问题更是严重。所以除了音乐，伊嘛打算伫母亲节进前规划老人为等等一连串活动，其中就预计收集15位接受半档画图训练的时段来导入艺术治疗，要外界看见因延缓老化的成效。透过不同的活动，想要让那个失智症的长者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延缓。那发现这个，黄云浩老师的行动工作室，他来这边做研究，是根据有轻度失智的长者半年内的研究，每个礼拜一次，2个半小时，让他们画画。那从不同触感的材质，铅笔、色铅笔细色笔到粗的彩色笔，到最后的油画，我们都很惊艳，因为发现真的效果很好。对那个超高龄的时代我们黄伟哲市长真的对老人这个区块很用心了我们中医区20里就有13个里老人人口超过20% 以上属于超高龄里长的话真的很用心对这个老人这个健康促进也很用心不定时的话会举办一些活动肯定我们里长的用心我们希望里长继续来用心服务这边老人就伫里长收藏老人创作过程，有热心的民众嘛找出一帮伊伫厝内珍藏50-60档的画作，也就是1937年伫南京所举办第2摆全国美展的作品，互大家大开眼界。我上网甲搜寻啦，应该是因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画图，应该是无毋对，但是我还袂去摕到图录，袂当确定。我有摕互看过，伊讲这把图，这把100档保存有够无简单啦。伊讲相当不简单。嘿啊，大家看者，我囥伫阮兜囥，民国50-60年代买的到现在都没有拿出来过。根据了解，针对艺术治疗团体运用伫失智长辈效果，拢持续有咧做研究。所以不管音乐，其他是画作的训练，伫失智老人不断提升的情形，拢提供政府相关机构一种真好的参考。台南新闻阮及何超邦采访报道。恐龙、乳牛、花杆甚至是花蕊，其实这艺术品的制作原料，全部拢是以花絮的纸张再制而成。经过台南市环保局美学班成员的卡手功夫，各种模样毕竟艺术创作，就安尼呈现伫大家眼前。尤其利用回收物来创作，不但环保，而且更加省钱。我们这个作品我们是去那个回收厂我们平常时我们丢掉的保丽龙，还有一些回收纸，我们把它拿回来再创作。这个它不是玻璃纤维做的以我们这个纸塑作品我如果去请外面的玻璃纤维来做，它大概是10万块的价钱。然后我们这个回收的材质下去做的，大概是1/4的价格，然后又可以达到我们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又可以环保。除了各形各色、一比一大小艺术创作以外，台南市环保局更正大兴推出客制化的服务，民众只要提出想要制作的物件，环保局美学班就会当代工制作。我们去年也推出了客制化服务，假如说你有想要做什么样的小公仔、大公仔呢，都可以来找我们美学班。那我们美学班呢，会先依您的图还有尺寸去做报价，那您可以接受的话，我们才会开始制作。那像这只可爱的小老虎呢，它也可以做成就是有存钱筒的感觉，对，那这样给小朋友呢也是蛮有教育意义的。相关的讯息呢，都可以上我们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看到这纸雕艺术品，观众朋友是不是也想要家己动手制作看卖？甲你讲一个好消息。环保局美学班也特别为民众规划了19项 DIY 课程，趣味的内容正适合各个年龄层。台南市环保局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做伙将粪扫变能金。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根据各县市商局的统计，伫顶一波寒流来袭，全台至少41个人死亡，而且大部分拢是非创伤，到病院进前的心肺功能停止。贵综合病院胸坎内科
甲家护中心的主任陈主官表示，如果民众发现胸坎的痛，一定要找专科的医师来详细检查，因为胸坎痛的原因真多，有一寡有致命的危险。胸痛的原因其实相当的多了哈，那我们的胸腔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器官，那里面也有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出现了问题是有可能致命的。那通常我们会以那个胸部的解剖结构的分类来一一思考，胸痛原因到底是出在哪里？那比如说胸部的主要结构有我们的肺肋膜、我们的心血管，比如说主动脉啊、肺动脉、心脏本身。那还有我们的纵隔腔，有我们的这个胸壁的肌肉、骨骼、神经、皮肤、乳房等等。那再来的话，当然我们还有食道，食道虽然是肠胃道系统，但是它会经过胸腔，所以呢，它如果出了问题，一样可以造成胸痛的症状。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些结构呢，查一查都没有查出特别的问题，但是病人有一些恐慌性的症状、过度的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情况，他出现胸痛，也要考虑这些精神性的疾病造成的胸痛。医师强调，有急性生命危险，亲像张力性的气胸、心肌梗塞、主动脉剥离或者是肺动脉栓塞等。医师伫咧鉴别诊断时，爱先来排除。另外，亲像肺炎合并的脓伤，或者是癌症并发肋膜、肋骨的转移，嘛拢有潜在的致命危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沿着山道走进这一片曾经住过多任英国领事的官邸，红砖色的墙面与复古的回廊，处处可见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漫步其中，仿佛回到打狗港最繁荣的时光。遇到英国领事与夫人，邀请你与他们共进下午茶。它是一种红砖，但是是木构的建筑物，外观看起来就是红色，非常古色古香的一栋建筑。那它不管是它回廊的拱门的设计，还是说里面的壁炉，还是烟囱，其实都非常具有那时候外国人在清末时期设立的洋楼的特色。在被升格为国定古迹之后，游客来到这里，除了自行导览之外，也可以透过文化局的导览，接触更深入的内容。从圆拱望出去就是现代化的高雄港，但耳中传来导览员的话语，仿佛让历史与现实交错，在其中看到时代的转变。山上官邸的展间的展览的内容是以高雄之夜，因为高雄港算是高雄的一个最有特色的地方。那认识高雄港，就可以认识整个高雄市的发展跟诠释精神。所以，我们主要高雄之夜就是介绍整个高雄及高雄港的由来，从清朝时期到日本时期到民国政府，一直到后来到现在亚洲新湾局的建设。而文化局的负责人也提到，打狗英国领事馆不同于其他领事馆古迹的特殊之处，因为其他英国领事馆它都是驻商合一，它办公室跟官邸都是在一起的。我们保留了英国领事馆的办公室、官邸，还有中间的登山古道，等于是把那时候英国领事的整个生活圈非常漂亮的保存下来，这是我们的独特性。这样，来到西子湾，除了中山大学或是旗津，也可以来到这栋静静耸立在高处，陪伴高雄走过无数岁月的领事馆，在导览中走进高雄过往的历史。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